今天和镜子去上海演出，久违了，因为上海很久没去了，是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而且今天据说还有昆曲表演，定能大饱耳福。妈妈，哎，好。开过来1个多小时，好像是在一个园林里结婚。哦，中式婚礼。小刘，你好，你好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先去找个地方把乐器、服装放掉。哇，这个地方大家看看，真的是不得了。习惯了西式婚礼，现在中式婚礼真的让人眼前一亮。我演出这么多年，今天算是开眼界了。这个园林真的丝毫不逊色苏州的园林啊，太漂亮了。我和镜子婚宴唱了10多年了，中式婚礼很少遇到，在园林里就是结婚的，更是第一次。昆曲老师化妆，评弹就比昆曲方便很多了。我们属于淡妆，乐器自弹自唱，他们昆曲是属于去演绎这个人物的，所以化妆啊，他们都要1个多小时。离演出开始还有40分钟，我们就当打卡逛园林，先拍拍照。朋友们，这个是天鹅吧？天鹅，黑天鹅这个是，实在是太漂亮了。大家如果要问我这是什么地方的话，这叫上海的丰德园。祝2位新人百年好合。今天有我们的座位啊。昨天山归，妹妹相见，追妹。妹在左边做伴，坐在妹边，妹呀红妹。演出结束了，吃晚饭。我们婚宴唱过那么多场了，有些婚礼是唱过之后就忘记了，像今天这场婚宴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朋友们，这张视频就带给大家，再会。